那这个永康的正式转运站其实就要解决这个国道客运长期下交流道之后在永康地区停靠的问题。我们知道早期在沿航地区因为没有适当的路外场站的这个空间，所以它都只能路边停靠。所以我们在这个前几年就先解决了这个路边停靠造成交通安全的问题，我们设置了临时的转运站。那同时也开始建设新的正式的转运站。那这个转运站总经费是5300万，那也感谢中央交通部的支持，补助了4500万。这个转运站内有8个席次的月台。那除了国道客运的停靠之外，我们也特别预留了2席，让市区公车来停靠。周边的这个汽机车的停车空间也相当的充足哈。经过这个试营这段时间，我们在路边以及原来的临时转运站部分呢，对于汽车跟机车的这个停车空间都尽量的来满足。那我想我们这个转运站的这个正式营运呢，我想对于台南市上下交流道的第一站长途客运一定有非常好的这个服务的空间。那也欢迎市民朋友来多多利用。在车道上，我们才一进一出让车辆可以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那室内空间也非常的宽广那让国道客运跟施工车来分流，再让民众呢可以有一个舒适的一个候车空间这样子。我们谢谢台南市政府来规划设置这个这么完善的一个转运站。那实际上设置之后呢，对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搭乘真的是很方便对我们这个运量来讲是会有一个提升的。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用。我们找一个好的地方，让等车的民众、通勤的民众能够有比较舒适的环境来做转运这是刻不容缓。那经过2年多的努力，把这个很漂亮、而且很舒适、而且很安全的永康转运站终于建设完成了。希望它担负起让市民行的安全、行的舒适、乘坐大这种运输工具的一个好的经验。希望它的启用能够带来交通改善的另外一个契机。世棒经典赛5日上午11点，中华迎战澳洲。为了方便市民为Team Taiwan加油，市府特别伫永华市政中心以及新营区分别举办大型的户外转播，打造千古零中间的赛事 Party。市长韦特也来到现场，甲真侪民众做伙热火应援，并亲自发送小点心甲矿泉水，予现场应援的球迷。西组其实台湾是蛮硬的，因为有跟日本啦，跟这个韩国，其实他们都把亚洲放在一起，所以这个我们的总教练才会说首战即决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首战如果没有赢的话，后面就会很辛苦。因此呢，在球理上不能输，在实力上我们也不会输。那所以说特别的来许多好朋友接下来几场仗我们都会来开这个让关心的球迷来在我们市府旁边来找一个这个很好的场地。今天的天气很好，那希望这个 Team Taiwan 它的球运跟球技能够充分的展现。立委陈廷辉也准备了600份野球甜烧饼，后来现场应援的民众。第一天就一定要冲到我们的现场来帮我们的台湾队来集气来加油，所以我们就跟黄师傅说，我们是不是在第一天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应援小物，所以很感谢我们的黄师傅就提供了600份这样的一个棒球甜烧饼，然后可以让大家用甜甜的加油、甜甜的应援，让我们的Team Taiwan应援必胜。除了今日台湾对澳洲的转播，3月6号暗时6點，台灣對日本；3月7號上午11點，台灣對捷克；3月8號11點，台灣對韓國。永華甲新營同款攏有直播 party。市府體育局表示，賽事以5月1直播，現場還有樂隊演奏應援曲，應援氣氛相當熱烈，還有豐富好禮的 Q&A 活動。歡迎市民朋友樓頂招樓卡，做伙來熱情應援，為台灣隊加油。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高
高雄翠屏义镇的励志金钗团打头阵，加上宜兰汉光一队精彩的奏乐，这是主祀谢府元帅的阿莲牛肉汤所举办的绕境活动。因为我们去年没办法单做，所以今年的方位刚好可以，所以就选在今年。刚好有询问神明可以，因为一切都是由神明决定决定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才会来公园店这边开这样。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绕境，然后也要谢谢伟哥，然后让我认识了很多都我不知道的一些拜的一些习俗啊，然后我也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表演节目啊。来自新化的林家以牛肉汤闻名，此次特别选在公园路分店入伙安坐，为了隆重起见，安排7个阵头，耗资数百万来压几颗。同时，挂在店门口的茄东入石榴招牌匾额也正式揭匾，因为店址就位在中西北区交界，两区区长、在地人士，甚至是明星艺人都来相挺，场面隆重盛大。很久就听过阿莲牛肉汤啦，是应该是第一间来吃真的，我觉得说真的有道地我们台南的这个口味啦难怪他生意会这么好。表示阿伟呢，他做人非常成功，在这里也祝我们的阿伟呢，生意兴隆，财运万事，大亨通以外呢，马到成功，马上有钱。店家主打当日直送的温体牛肉，搭配清甜的汤头，成为不少在地人与观光客的首选。除了招牌牛肉汤，店内的芥蓝炒牛肉与牛杂汤也深受饕客喜爱，尤其是来上一碗油油亮亮的牛肉燥饭，内用吃到饱，假免惊。他们的汤呢都非常的鲜，全部都是用大骨啊、蔬果啊去熬的，所以讲那边吃好吃道地的牛肉汤真的就要来我们阿莲这边，超好吃的，非常好吃，推荐给大家。随着台南美食观光持续升温，第2代老板林成伟凭借着稳定品质与亲民价格，在众多牛肉汤名店中站稳脚步，现在更是头一家结合宫庙形式的牛肉汤专卖店。记者收怀谈的报道。走进中央大学的中大湖畔，映入眼帘的是苍劲翠绿的松树与枝头上绽放的粉嫩樱花，两者相互辉映，形成了一幅绝美的春日风景。这里是中央大学2026松樱季的活动现场。为了打破学术殿堂严肃的刻板印象，校方今年特别结合了校内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气息，举办这场为期1个月的校园庆典。于6号的开幕仪式上，由吉他社与热音社的同学们轮番上阵，用热情的音乐炒热气氛。这次活动最大的特色就是从策划、布置到执行，全都是由学生团队一手包办，展现了年轻人的创意与执行力。要非常感谢我们学生的创意那事实上这个松其实代表了坚毅那也象征着中央大学的精神还有我们的这个非常厚实的学术基础那在10几年前，日本中央大学送给我们很多樱花那在它长大之后大概这5年以来甚至更长的时间，每一年大概就是在过年的前后一批一批去绽放所以这边也是桃园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赏樱的景点我想它也变成中央大学的特色所以松加樱它代表了很多中央大学从传统厚实到创新创意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持续发扬那这个松樱季未来每一年举办能更加有特色。校长萧树山强调，校园生活是大学教育重要的一环，而为了让这场松樱季更有看头，学生团队在中大湖广场设置了许多可爱的拍照打卡点，只要完成指定任务，就能兑换限量的纪念小礼物，吸引不少学生情侣和家庭客前来留影。此外，7日也举办松樱市集以及校园开放日，各个科系打开实验室大门，让高中生和家长参观，还有学长姐面对面交流。因为我觉得我们学校很有特色，就是第一个就是松树，那第二个就是日本的中央大学送我们的樱花。那这边每年到春天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片落英缤纷的景色。
那对中央的学生来讲，就是每次经过这条路的时候，看到这边的樱花，就会觉得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毕竟是一种学校的特色。然后当看到就是其他游客呢来这边参观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还蛮开心，也蛮荣誉的感觉。中央大学 EMBA 校友会理事长黄辉斌表示，透过这样的让校友对学校的向心力更强，也看见了母校在学术之外的另一种风貌。这个中央大学校园不只是校园而已，竟然还可以让人家赏樱，而且呢还有一个湖叫做中大湖。那中大湖我很怀念每次呢这个假日来上课的时候，中午会来这边散步。为什么？因为怕睡觉，所以就来散步。不过这个今年第一次这样来，然后看到樱花，事实上我已经有做了一个功课那我查一下，因为我们的樱呢有和君樱，还有吉野樱等等，那100多株，所以很漂亮，而且常常有很多朋友来跟我讲说，你们中央大学那个赏樱的地方是最友善。我说对，不用爬山，也不用去哪里，就很近。而且坐公车就可以到。中央大学透过松樱季，成功将校园转化为社区共融的场域。这场活动将一路持续到3月7号。学校也邀请桃园地区的民众，不妨趁着周末假日，走进中央大学，在松树与樱花树下，感受一下最不一样的春日气息。记者李成浩桃园采访报道。崭新的外墙与 logo， 这间位在盐城五福寺路上的酒店，2月刚开幕，但在地民众都非常讶异，因为这栋大楼过去已经荒废了将近10多年。哇，很久了，10年以上有了啦。都没有在营业？都没有在营业。对，晚上都暗暗的，除了这个大楼以外，其他都亮亮，都很繁华这样。高雄市第5信用合作社。所以就是建筑物都是一样。一样的建筑物，对，这是拉皮而已吧。酒店前身是高雄第5信用合作社，前任买家在2014年入手大楼后，经过几次转手，最后在2018年被法拍，在2024年以2亿2785万拍出。接着2024年6月，新租客以月租金75万元承租，更创下盐城有公布10价月租金以来的最高纪录。房仲认为，改建为酒店算是大楼重生最适合的做法。第5信用在这里差不多有50年的历史吧。旅宿业者他要再找新的地来，就是比较精华的地来盖的话，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所以他如果能够从这种既有的或旧有的去重新改装、重新装潢，然后注入新的元素，去给它重新的经营、包装的话，其实这样子速度上会比较快，而且所花的费用会比较节省一点点，那缩短了准备的时间了。房仲业者也认为，由于駁二艺术特区带来稳定的观光客源，加上盐城近几年积极站稳文创与小吃观光，业者才会看准商机开启酒店。假日很好，旅客很多啊，外地来旅客很多。以那个駁二艺术特区做核心那结合现在有轻轨加上它捷运的蛮便利的，然后还有我们所说的新乐街或者是大量的大港开唱或者是一些文创小店一些咖啡厅，其实都对于这里投入非常多观光资源，那保留非常多它的自己盐城当地的味道。在观光人潮回流之下，地方期待这样的活化案例能带动周边商圈与街区再升级，让曾经沉寂多年的老城区重新找回人潮与活力。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不离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走进中原文创园区的10号仓，仿佛瞬间搭上了时光机，回到了那个充满汗水、欢笑与严格纪律的军旅岁月。这里过去曾是北部地区极为重要的军事补给基地，承载着无数军人的青春岁月。
直到2023年才正式转型为文创园区。为了让民众能深刻了解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园区今年初特别企划了这场别开生面的彬彬有礼特展。展览巧妙地以新兵训练作为起点，把生硬的军事历史与严肃的营区规范转化为轻松有趣的部队日常。那为了让大家可以更了解园区的一个前世今生，所以今年有特别自办了这个彬彬有礼的特展，那让民众可以回味以及体验当兵的一个历程。那我们从就是抽签、礼法到服装以及军中阶级跟餐饮的一些文化，都在展区中以很有趣的方式还原这样子。那另外在体验方面，我们也特别与中央大学资工系进行产学合作，规划了一个数位打靶的体验，那让民众可以实地演练来感受这个紧张的氛围。那在展区中也可以看到，就是以前军中的一个配置跟现在的展演成果。在展场中，我们也特别有规划了一个军服的一个体验。那从大人到小朋友也都有特别准备了服装，让大家可以穿上，然后玩玩看这样子。那也特别有展示了从早期到中期到现在是由数位迷彩的一个服装来做呈现，也让民众可以认识这个迷彩军服的一个转变。希望是让全年龄层都可以来参与，不管是男女老少，都可以体验这个当兵的历程。然后其中也特别设置了很多的这个互动体验，可以让大家实地的去感受在军中一个文化跟军中语言以及那个整个生活的氛围。除了丰富的文史资料，展区内更精心规划了7大主题，一步步带领参观者回顾军旅生活的酸甜苦辣。现场不仅陈列了早期军中的寝室配置，更展示了从早期草绿服到中期迷彩，再到现代数位迷彩的服装演进史。为了让全民都能参与，主办单位还准备了大人小孩尺寸齐全的军服，让民众可以直接换装上阵，拍出帅气的纪念照。除了刺激的打靶游戏外，展区的各个角落更藏着令人会心一笑的幽默设计，让许多没有军旅经验的民众也玩得不亦乐乎。这里有可以换军服，我觉得很有趣，然后还有可以戴帽子，然后它这边后面还可以打靶，就是打靶好像不知道几分就可以拿到小礼物。因为我没有当过兵，然后我觉得在这个空间我可以感受到，原来当兵是需要有这么多，就比如说像抽签从来没有抽过，然后像浴室也很有趣，它有那个捡肥皂的环节，所以大家都可以来找找看。透过充满巧思的角色视角与实地互动，不论男女老少都能在这里跨越世代鸿沟，产生共鸣。中原文创园区期盼透过这样的特展，不仅让老兵们重温旧梦，更邀请新世代的年轻人一起思考空间转型、历史建筑再利用与社会集体记忆之间的珍贵连结。这场充满笑声与回忆的彬彬有礼特展将持续展出至3月8日，每周一固定休园。有兴趣的民众不妨把握连假或周末的机会，亲自来一趟充满迷彩风情的时光之旅，创造属于这个世代的共同记忆。记者李成浩桃园采访报道。市场内人车穿梭，看起来格外热闹，但这样的景象却只有在年节前后才能看到。位在天公庙旁的凤山第2公有市场，随着时代的转变，生意与往日繁荣景象有所落差，因此地方期盼能够透过转型活化在地发展。我们卖东西都是在养老的啦，不像以前是在办年货啦，然后买很多的东西啊，现在已经没办法了，难改变了啦，传统市场没救了。那以前我们第2市场的市集是很热闹，是整天的市集。大寮啊、五甲他们那边大部分都会过来我们这边购买。那知道每一个地区就是有市场的，所以产生我们第2市场就比较落伍。有着将近1甲子历史的老市场，从原先的庙口小生意，一度成为了高雄规模完整的知名市场。不论是南北年货、日常用品，还是各式各样的小吃美食，许多店家都是传承3代、有着数十年历史的老字号。我们是第3代，然后这边市场算很传统市场，就是已经很久了。
然后这边小吃都很有名，芭乐那个也很好吃，它的芭乐都自己种的。都来聊天啦，最好就是人情味。对啊，人情味，连人情味还在。人行车就是有的较长老的，因无方便往行入来，所以就爱挑多巴来。这阮大家拢会当体谅一下，因为他们年纪都80几了，菜车就是人情味较重安尼。那现在就是说，我们都一直在打拼要活化，对，召集一些年轻人进驻，过来做生意，这样。当永兴，譬如讲很多像无人的拉面店啊，无人的火锅店啊，快当那个这个市场都给活化起来。随着各地市场的兴起与消费形式的转变，凤山第二公有市场也期待透过新形态的店家进驻，丰富摊商种类，让传统情怀留下的同时，也能够吸引到年轻族群的到来。记者周福庆、李品荣高雄报道。骨科义诊赞不赞？赞。画面上是康佩诊所举办骨质疏松义诊的活动现场，这次特别结合赠送高丽菜的活动，吸引大批民众来排队领取。袂歹啊，真好，很好。100得几元？129。办这个义诊，结合这个我们送高丽菜，还有这个黄诈骗宣传，而且我也是宣导很多里民，现在排队已经排到那个肯德基那边去了哈。我感觉到真的康佩我们这个义诊诊所真的办这个活动真的非常有意义。领到高丽菜的民众相当开心，接着再到楼上的康佩诊所参加骨质密度筛检。医师希望借由筛检活动，提醒民众重视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们晓得骨质疏松的问题跟全身的系统性有很多的相关的关联，尤其是年纪大的老人，假如他产生骨质疏松问题，又合并容易跌倒的话，那往往会产生不管是髋关节的骨折、脊椎的骨折，都容易造成后续生活品质受到很大的影响。在健保方面，其实健保局提供相当多的资源。针对有需要的民众来做这骨质疏松的治疗只要你有符合条件，即使你到医院来就医，不管医院或诊所，那有符合条件，医生都很愿意帮你做这个骨质疏松的治疗，为你的健康把关。那其实关键就是要在于说，你要知道你有没有骨质疏松。公私协力，共同反诈。这次的义诊活动也特别结合市警局第1分局进行防诈宣导，呼吁民众年关将近，不要落入诈骗的陷阱。那我们第1分局就是结合我们白主任他办理的骨科义诊，以及发送高丽菜挺菜农的活动当中，希望能够公私协力来共同防诈。只要有提到转账、汇款、面交等这些动作的时候，千万先跟家人商量，或者是来打电话165，或到派出所来洽询，我们会帮你查证一下到底是不是属于诈骗行为，千万不要轻易的把钱转出去。那年关将近我们也会加强金融机构的巡守。那提领大量金额的时候，需要的话，请打电话给我们派出所打110，我们会互抄，希望大家能够平安过好年。我固定1年举办3次的骨科义诊，那这次是第3次。那因为上个月13号有挺那个菜农，所以我们有买了2000颗高丽菜，但是有一些市民没有拿到，所以他建议说，不是有办3次骨科义诊，那是不是希望什么时候再来举办？所以我们就是利用过年前再举办第3次的骨科义诊，然后也顺便来帮我们警政单位就宣导一下防诈骗。让大家是说知道，是说遇到的诈骗的时候，应该是不是要打165？相对的是说，一方面做公益也挺警政单位。透过这场公益活动，尼可美丽医学事业集团总裁白幼云希望照顾民众的健康，也为民众守住财产安全。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2、1。
倒数声中，众人剪下彩带。高雄义一番街继去年南站成型之后，今年初北站也传出好消息。经过高捷积极招商之后，香港玩具代理商和日本知名模型品牌携手合作进驻，看得出车站捷运地下街已经逐渐完整成型，后续将有机会成为南部最大的 ACG 圣地。高雄捷运公司呢，在 ACG 经营这一块呢，事实上是创下国内铁道业的先驱。那早在几年前，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在努力。在2月初开始呢，我们整层楼的店家就会开始开放。那我们事实上，莫凡公司跟我们想要创造的，在这个高雄火车站呢，它不是一个路经的中途站，我们想要把这个站创造成是一个目的地站。我们希望全省各地 ACG 迷，这些动漫迷可以把这里视为目的地，然后用目的地吸引来人潮。我们公司也是第一次在就是捷运这种枢纽要道的地方，就是去做展店。那我们其实非常高兴可以来到台湾高雄这个地方，带 Kotobukiya 给高雄的乡亲们一个更美好的动漫空间。因为就是我们有在那个南侧的一番街那个地方，我们看到的就是有一个未来的规划，所以我们很期待在北侧也可以像南侧那样子，就是有整个动漫氛围。配合高捷捷运店开幕，许多海外限量模型商品也首度亮相，收藏话题十足，让粉丝们一早就来排队。只不过整个车站的地下空间超过2000多平，加上南北两侧的距离比较长，商场动线的引导不太足够，让粉丝们搞不清楚应该要往哪里走。台福袋限量，难得可以看到有地下街开，全部都是整层楼都是。台南没有这种地下街，所以来高雄这样还蛮不错的。因为我在走的时候就是有点。没有头绪，不知道该怎么走，这样子，手扶梯或是电梯的位置啊。然后，因为我其实有点分不清它那个北区跟南区，它的商店的那个类型啊。高捷公司也表示，除了北站首家店开幕之后，周边的商家也会陆续到位，每一间都会展示独特性，要让全国动漫迷都往这里聚集，成为南台湾动漫和娱乐的集散中心。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